来关心台北市的台电的民体处纳入去这个事件。台北市政府伫昨暗是召开安置补助的说明会，由台北市长蒋万安来亲身主持。因为三大技术工会鉴定的结果，即马是显示讲工地无对监测系统的警示随做出反应，才会出现击败的事故。所以台北市政府即马会依法移送顶界。蒋万安即马嘛对外证实讲，对其台第二波的假口啊，共款互法院驳回。台北市长蒋万安13暗时第一摆甲台电民体帮他受灾户座谈，要针对补偿甲安置方案。安置饭店内底受灾户参加说明会，却传出非单好15户的受灾户想要进入会场，遭到阻挡。我承认他们应该是优先，但是我们也应该要被受到照顾，合理上嘛，不然我们今天遭受这种损失是活该吗？这2天连续3天回去的话，都会发现我们的裂痕都会长大。这种房子你可以住吗？你敢住吗？在说明会有祝贺美基台新1点名台北市府也应该负责，蒋万安承诺上班9月20日互祝贺领到相关的补助金，也讲到技术工会鉴定结果证实，工地无对监测系统事件做及时反应。我们了解。福益营造登记在新北市，我已经要求建管处明天上午就正式访问新北市，来将福益营造相关专属的工程人员依照违反营造业法送惩戒。建筑师登记在台北市，建管处将会依照违反建筑法移送惩戒。收回的程度由都法局成立安置小组，法务局成立财损评估小组，各小组团结窗口进行服务。不过台北市府对其提出的假口案，第一波6000多万，加第二波2亿，蒋万安证实拢被办理财政驳回。法院已经驳回第2波的假扣押，法院有法院的认定，我们就是和受灾住户站在一起，用实际的行动来确保住户的权益，该做的都要做。今年嘛，加强帮他市府可能在重建进程，和受灾户得到妥当的照顾。都法局表示，将对建保所有权人经过参考周边税厝市场的行情，未来3年安置补助，用每平租金16做标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